嗨，大家好，我是坦平叔。今天是2025年6月20号。这一期我们继续聊聊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看一看乌克兰战场上又有什么变化。今天是俄罗斯侵略乌克兰的第1213天，也是乌军进入库尔斯克的第319天。双方战线的变化并不是很大。根据乌克兰国家通讯社报道联合国监察团说俄对基辅的联合袭击可能是近1年来伤亡最惨重的袭击。联合国驻乌克兰人权监察团周二宣布，6月16日至17日夜，俄罗斯武装部队的导弹和无人机联合可能是近1年来对基辅伤亡最惨重的袭击。监察团指出最近几周，俄罗斯军队在乌克兰各地加强了使用远程武器的夜间，用数百架无人机和导弹轰炸城市。联合国驻乌克兰人权监察团团长丹尼尔·贝尔称，昨夜的袭击以整个乌克兰为目标，对基辅的打击最为严重。他推测称这是近1年来基辅死亡人数最多的一次袭击。乌克兰的外交部长西比哈说昨夜俄罗斯对乌克兰发动大规模且残忍的袭击，数百架无人机和导弹针对平民发射，首都基辅遭受特别猛烈的打击。普京有意选择在七国集团G7峰会期间发动攻击，这是对美国及其他呼吁停止杀戮的伙伴国家的公然蔑视。俄罗斯不仅拒绝停火或举行领导人会晤以寻找解决方案，实现战争的结束，反而以虚伪的姿态声称在寻求外交途径的同时，冷酷地袭击乌克兰首都。普京的目标非常明确，让 G7 领导人看起来软弱无力，只有采取坚决行动，对莫斯科施加真正压力，才能让他认识到自己错了。泽伦斯基也说今天我亲临基辅一栋居民楼遭俄罗斯高爆导弹袭击的现场，我向遇难者们致以深切的哀悼。这起发生在深夜的卑鄙袭击造成23名平民丧生，我向他们的家人和亲人表示慰问。所有影响人员援助工作仍在持续进行中。这次袭击提醒全世界，俄罗斯拒绝停火，选择杀戮。我感谢所有理解乌克兰必须日益强大起来的伙伴，我感谢所有愿意向莫斯科施压，让他们感受这场战争真正代价的人。泽伦斯基从加拿大回国之后立马就去了俄罗斯导弹袭击的居民楼那儿。这个是在基辅被一个高爆导弹击中的居民楼，现场造成23名平民丧生。当然了，在俄罗斯看来，俄罗斯国防部公布的他们击中的都是军事目标，只要打中的都是军事目标，典型的是打哪儿指哪。俄罗斯卫星通讯社报道他说，军事专家安德烈·马罗奇科告诉卫星通讯社，俄罗斯军队已推进到距离哈尔科夫州的库特科夫卡2公里的地方。马罗奇科表示在解放哈尔科夫州的多尔根科耶居民点后，我军继续扩大战果，俄罗斯武装部队向西南推进，从而将与库特科夫卡定居点的距离缩短至2公里。6月19号消息，俄罗斯武装部队已进入苏梅州尤纳科夫卡村。另据报道，俄罗斯武装部队正在向与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接壤的奥特拉诺德耶夫地区和康斯坦丁诺夫斯克方向推进。当然了，这些都是俄罗斯国防部单方面的说法。我们看看外交以及国际援助俄罗斯高层五夫一娃一金显然是被德国的金牛座已经搞得神经衰弱夜不能寐。自从莫尔茨上台以后就是他就任德国总理以后莫尔茨在援助乌克兰金牛座导弹上面采取了一些战略模糊措施，不说给也不说不给，然后说在援助乌克兰的武器他在不公布了，所以让俄罗斯的高层可以说是非常焦虑因为金牛座大家都知道，它就属于那种让领导先走那一类武器所以俄罗斯的领导们非常焦虑，非常担心。所以俄罗斯的头头脑脑自从莫尔茨上台以后他们就接二连三的出来讲话，恐吓威胁德国，如果要援助乌克兰金牛座，那么就要视为德国参战。当然了，还有比这更狠的话结果今天普京亲自出来讲话，让人感觉到金牛座似乎离乌克兰是越来越近，至少俄罗斯人是这么想。莫尔茨一上台搞战略模糊确实给俄罗斯高层特别大的压力。伏特加加鱼子酱都已经不行了，配上尿不湿每天过得都不爽，鱼子酱也香了，借酒浇愁也不行，害怕新华社北京6月19日电，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18日提醒德国，若向乌克兰提供金牛座巡航导弹，俄将
会把这一举动视为直接卷入冲突。德方若这么做，将会严重损坏俄德关系。你看啊，这次是普京亲自出来恐吓啊！我记得德国人最近没有提金牛座了，那为什么俄罗斯这么紧张？德国总理默尔茨正式就任后，德国在是否向乌方提供金牛座巡航导弹的立场上，与上一届政府相比有所松动啊。上一届政府就是那个舒尔茨啊，舒尔茨是坚定的反对向乌克兰援助金牛座，所以这个俄罗斯的这个夫一娃一金啊，就吃得好，睡得香，基本上离了尿不湿啊也能过日子。这个默尔茨一上台之后啊，他就不讲武德，搞虚虚实实那一套，一会儿给，一会儿说不给，一会儿说不公布，你让俄罗斯人猜，谁受得了啊？普京18日在出席第28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时说，乌克兰方面发射金牛座巡航导弹需要西方国家提供卫星数据，并由德国军官负责瞄准。如果这不是德国联邦共和国直接介入与俄罗斯联邦的武装冲突，那是什么？普京补充说即便德国的确向乌克兰提供金牛座巡航导弹，这对改变战场最终结果没有任何影响，但这将全面破坏我们的关系。会不会破坏俄德关系咱不知道，但是这个可以让大国的尿不湿销量能再上一个台阶对吧？利好大国的消费和出口。普京说俄军在前线占据上风，正在多个方向发动攻击。他敦促乌克兰在战场形势变化前接受俄方所提和平谈判方案，如果无法经由谈判实现俄方目标，俄方将以军事手段实现。总之现在这个金牛座成了一个不确定性的，也就成了这个俄罗斯人俄罗斯高层的一个心病。也不光是普京这个6月19号，俄罗斯国家杜马国际事务委员会第一副主席斯维特兰娜·朱洛娃表示，如果向乌克兰交付远程金牛座巡航导弹，俄罗斯将做出严厉回应。他在接受俄罗斯媒体采访时预测了俄罗斯的反应。朱洛娃说当然接下来会有一个强硬的回应，这些问题会在联合国和其他机构和组织中提出。这位俄罗斯国家杜马代表暗示，他们想通过对金牛座导弹转让给乌克兰的可能性的讨论，在俄乌谈判前恐吓俄罗斯。他说有一件事让我很惊讶，对方有意坐上谈判桌达成和平协议，结果却出现了这样的武器，真是不可思议。为什么俄罗斯人这么忌惮金牛座呢？这个金牛座是虚虚实实搅得俄罗斯高层是不得安生，不得安宁。真的有这么可怕吗？我在想默尔茨这一招实在是高明他这个金牛座还没给，就已经让这个俄罗斯五夫一娃一金，精疲力尽每天都在操心。这比这个金牛座在俄罗斯爆炸，这比金牛座把那个克里米亚大桥炸塌，恐怕这个威力还要大。主要是心理上的压力焦虑，休息不好，掉头发。对，普京头发本来就不多，其他人会掉头发，压力太大。欧盟正在研究一种新方案，计划将约2000亿欧元的俄罗斯被冻结国有资产转移至更高风险的投资项目，以获取更高收益，从而为乌克兰提供更多资金支持。6月19日，美国政治新闻网援引4位知情官员的话如是报道。报道指出，这些资金目前主要被冻结在比利时。知情人士透露欧盟正在讨论将这些资产置入一个由欧盟主导的特殊目的机制中进行管理。也就是这个美国的政治新闻网他说欧盟准备把冻结的俄罗斯资产投资一些高风险高收益的项目，这样的话他们这个援助乌克兰的这个资金就会更多。我觉得这是个好办法你光存在银行收利息那太少了，对吧？也得理财。我有个建议如果是高风险高收益的话，我倒是建议将这个2000亿欧元的这个俄罗斯的冻结资产投资到胡适可以说是高风险高收益到时候再加点杠杆。不知道欧盟有没有这个打算不行就买胡适的这些银行股对吧？这银行股分红也不错跟着大国的这个社保基金买股票不会错。加拿大宣布向乌克兰提供20多亿美元援助，并对俄罗斯实施新制裁。6月17日，加拿大宣布向乌克兰提供额外军事援助，并对俄罗斯实施新的制裁。这个加拿大新总理卡尼他说在乌克兰人民获得公正和平之前，我们将坚定不移地提供支持。加拿大对试图协助规避制裁的40多个俄罗斯和其他国家的法律实体以及200多艘所谓影子舰队的船只采取了限制措施。法国公司向乌克兰交付法军最新产品最先进的攻击无人机叫 MV
-25。对乌克兰来说啊，这无人机是多多益善，越多越好。这个欧盟的外交部长卡拉斯啊，在欧洲议会发表演讲时说啊，俄罗斯在北约和欧盟面前毫无胜算，但我们必须团结一致。卡拉斯说啊，联盟的团结与增加国防开支同等重要。我相信，只要我们与北约盟友携手合作，就没有我们无法克服的威胁。欧洲的团结很重要啊。关于这个俄罗斯要攻击北约啊，在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与外国记者见面会上，俄罗斯总统普京啊，对俄罗斯准备进攻北约的言论予以驳斥。俄罗斯要攻打北约，纯属无稽之谈。大家看视频啊。Это же мы понимаем, что это бред, понимаете? Это же те, кто это говорят, не верят же в это сами, никогда, и вы сами, наверное, хоть один из вас верит, что Россия готовится к нападению на НАТО. Что это такое? Вы знаете, что страны НАТО сейчас тратят на вооружение 1 триллион 400 миллиардов долларов. Это больше, чем все страны мира вместе взятые, включая и Россию, и Китайскую Народную Республику. И население там какое в странах НАТО? Сколько там? За 300 миллионов, 340 миллионов? Да? У России, как известно, 145, под 150 сейчас. И тратим мы несопоставимые деньги, просто несопоставимые деньги на вооружение. И мы собираемся нападать на НАТО, да? Что это за бред? И все понимают, что это бред. И обманывают свое население для того, чтобы обеспечить выколачивание денег из бюджета. 5%, 3,5 плюс 1,5, да? Значит, и объясняйте этим провалы в экономике и в социальной сфере. 普京啊，对比了一下北约的这个军费开支、北约的人口啊，跟俄罗斯之间的差距啊，以此证明啊，俄罗斯是不会攻打北约的。俄罗斯人的话呀，恐怕也只有他自己相信。大家还记得吧？在2022年2月24号，对吧？俄罗斯侵略乌克兰之前呢，这个拜登是一次又一次的提醒说俄罗斯人要侵略乌克兰。然后这个俄罗斯人呢，不是好多美西方记者采访，从扎哈罗娃到拉夫罗夫，他们哪个不是睁着眼说瞎话呀？说不可能的，怎么可能会进攻乌克兰呢？我们是兄弟啊。然后这个对吧？印度的很多正能量，比如加多老师、胡锡进老师，他们都对吧极力的说啊，这个拜登啊散布谣言。普京这么热爱和平的一个人，怎么可能会侵略乌克兰呢？后来这个普京啊，在2022年2月24号悍然发动侵略乌克兰的军事行动啊，这些黄俄又高呼啊，这个沙伊古一战封神啊，沙伊古就是当代朱可夫啊，对吧？这个俄罗斯的这个钢铁洪流那了不得啊，一字缠舌阵，闪电战1小时22分，这些黄俄正能量弹冠相庆，就这么前后打脸，他们也无所谓，甚至还说啊，这个泽连斯基啊不敢看普京的眼睛。当然现在你要说啊，泽连斯基不敢看特朗普的眼睛，也能说得过去啊。俄罗斯人的这个辩解啊，苍白无，在俄罗斯这历史上，他们出尔反尔，不要说这个口头的一些约定、口头的说法，就是他们签了协议，那一样的也是用来撕毁的，也是用来擦屁股的，对吧？斯大林就曾经说过啊，签协议就是用来撕毁的，对吧？你都没签协议，哪里谈得上撕毁呢？这俄罗斯人跟伊朗签了个协议，把伊朗人给害苦了，对吧？等到伊朗人拿着协议来找俄罗斯说，哥们儿，我现在被肖乙打得不行了，帮个忙。这个普京是煞有介事的把那协议拿出来一翻，你说哪一条说了我要帮你啊？咱这协议可写的明明白白啊，不是军事协议。这个时候啊，这伊朗人才发现自己上当了，欲哭无泪啊，防不胜防。刚才说到这个泽连斯基不敢看普京的眼睛，也许是普京啊先试一试，看看这个黄俄传言的这些到底是不是真的。所以普京现在他已经发出了这个信号，他要跟泽连斯基见面啊，他要看看泽连斯基到底敢不敢看他的眼睛。6月19号。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啊，他已准备好与乌克兰领导人泽连斯基会面，但目前尚不清楚谁将签署文件。他说我们准备好会面了。顺便说一句，我说过我准备好与所有人会面，包括泽连斯基。是的，这不是问题所在。如果乌克兰国家信任某人来主持谈判，看在上帝的份上，那就让泽连斯基来吧。但这不是问题所在。普京在与国际通讯社负责人会晤中说道。普京总统补充道啊，问题是谁将签署这些文件。大家看视频啊。Мы готовы встречаться. И я, кстати, сказал, я готов встречаться со всеми, в том числе и Зеленским. Да, вопрос не в этом. Если
украинское государство доверяет кому-то вести переговоры, ради бога, пускай это будет Зеленский. Вопрос не в этом. Вопрос, кто будет подписывать документы. Ну, все что угодно. В пропагандистском плане можно говорить все что угодно о легитимности действующих властей. Но нам же важно при решении серьезных вопросов не пропагандистская составляющая, а юридическая. По Конституции Украины президент Украины избирается на 5 лет. Способов продления полномочий не существует. Даже в условиях военного положения. А по конституционному устройству все органы власти, они формируются президентом. Но если первое лицо нелегитимное, вся система власти становится нелегитимной. Нам все равно, кто ведет переговоры, даже если это действующий глава режима. Но точку надо, подпись должна стоять легитимных властей. Иначе это, знаете, придет следующий и скажет, и выбросит это все в помойку. Ну так же нельзя, мы же серьезные вопросы решаем.我倒是建议啊，如果有那么一天，泽连斯基和普京两个人当面会晤啊，我建议他们两人都戴上墨镜，这样对吧，也搞个战略模糊嘛。媒体记者搞不清他俩人有没有对视，对吧？他俩人眼睛啊都被隐藏起来，到底是普京不敢看泽连斯基的眼睛，还是泽连斯基不敢看普京的眼睛，还是双方都不敢看，或者是双方都在对视，对吧？玩大眼瞪小眼的游戏啊，谁先眨眼谁输，对吧？搞个墨镜一戴，谁也不知道。这个普京说啊，他说我们认为啊，我们没有在乌克兰发起过敌对行动，但我们正在努力结束它。乌克兰领导层刚刚在自己的领土上发动了一场使用重型装备和空军的战争，但今天没有人愿意记住这一点。俄罗斯希望尽快结束乌克兰冲突，最好以和平方式结束。这个就是典型的啊，指鹿为马，叫黑白颠倒、强盗逻辑。这个普京发动的这个侵略乌克兰的战争，他称之为特别军事行动，现在连军事行动他都不承认了，他认为是乌克兰人自己在那儿挨打。俄罗斯啊，现在是要努力结束它。这话从哪儿说起呢？实际上啊，这个俄乌双方啊，目前很难做到一起。虽然说6月22号有可能啊进行第3轮会晤，但是乌克兰需要的是停火，先停下来，慢慢谈。而俄罗斯人是希望达成一个和平协议。什么所谓的和平协议？就是领土换和平啊。这个5个州割让给俄罗斯。这个俄罗斯驻英国大使表示，乌克兰必须接受莫斯科的要求或投降。这个大使叫安德烈·克林表示啊，俄罗斯正在继续进攻，认为没有必要停止敌对行动，并公开承认莫斯科无视美国支持的停火努力，也就是乌克兰无条件投降。那你说这双方能谈到一起吗？双方的核心诉求啊相差太远，战场态势是焦灼的，谁也不能短时间内轻易的将对方击败或者获得更大的收益。那么外部干预力量，对吧？确实面临着不确定性，就是美国啊现在是游移不定，欧洲呢现在也是畏手畏脚。但是啊，这一切啊都在向好的方向发展，有利于乌克兰的方向在转变。所以啊，无论是从核心诉求矛盾战场态势的影响，还有外部干预力量，从这些来看啊，双方彻底停火这可能性非常低。俄罗斯是希望通过停火为重整防线和修复装备争取时间，同时塑造和平参与者的形象，而乌克兰则希望通过停火获得战略喘息机会，重新部署力量，并且这个欧洲也需要停火，对吧？他们需要一段的时间，他们才能形成这个叫武器供应他们才能替代美国，从而支持乌克兰。这个乌克兰总统办公室顾问波多利亚克说他说普京已关闭美国就乌克兰问题达成协议的窗口。这个波多利亚克他认为他说普京深夜举行的记者会，他说的深夜那个时间主要指的是美国正好是晚上，就是时间刻意选择在便于美国观众观看的时间段。这说那个普京他那个时候举行记者会是一种有意重申乌克兰事实性投降的要求的尝试。这个波多利亚克在电报频道中写道，关键信息是与特朗普、泽连斯基组合会面的前提是西方整体接受乌克兰投降。克里姆林宫此举公开关闭了白宫至今仍认为存在的俄罗斯达成协议的机会窗口。按照波多利亚克的说法，就是普京关闭美国就乌克兰问题达成协议的这个可能，也就是要求乌克兰无条件投降。当地时间19日，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俄乌第3轮谈判的主
主题可能是继续进行人道交换，其中包括战俘交换。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当天表示，俄罗斯代表团计划6月22日之后抵达土耳其伊斯坦布尔，继续同乌方进行谈判。不过对俄罗斯来说他现在也拖不起因为俄罗斯首次公开承认经济处在衰退的边缘。俄罗斯经济部长周四表示俄罗斯正处于经济衰退的边缘，这是自总统普京下令全面入侵乌克兰3年后，俄罗斯首次公开承认该国的战时经济开始降温也就是说已经到头了，现在进入买单的阶段了，对吧？他把国内的经济调动起来，这个机器全力开动，生产武器全部在乌克兰战场上消耗掉了，这个消耗没有产出按照特朗普的说法，你把那地方都炸成一片废墟，有什么用呢？那现在这个负面效应就显现出来了。马克西姆·雷舍特尼科夫在圣彼得堡举行的总统旗舰经济会议上表示，数据显示经济正在降温，但我们所有的数字都只是后视镜。从目前的商业信心来看，我们基本上已经处于陷入衰退的边缘。据国际文传电讯社报道，这位部长表示列舍特尼科夫认为，在持续近10%的通胀背景下，央行的强硬货币政策抑制了投资。他表示，财政部可能会在央行未来利率决定后修改8月份2.5%的经济增长预测，央行的增长预测在1%到2%，也就是俄罗斯的这个战时经济已经走到头。这就是普京放风要跟泽连斯基会面的主要原因，因为他也拖不下去了。这个里面还涉及到以色列和伊朗，这个伊朗说不定可能突然之间就崩盘，那么对普京来说，老朋友又少一个，好歹以后沙赫的无人机，对吧？那些零部件没人提供了，那怎么办？再也没有，对吧？像伊朗这么一个国家在中东吸引着美国的注意，分散美国的注意力。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普京放风要愿意跟泽连斯基会面，因为普京已经预感到这个事情再拖对俄罗斯不利，越往后拖越对俄罗斯。时间不在俄罗斯，时间是在乌克兰那边。所以说，普京放风要跟泽连斯基会面，不是他善心大发，而是迫不得已。另外一个还可以起到稳住特朗普的作用，这下又可以忽悠特朗普好，这期节目咱们就聊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订阅转发，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谢谢大家。